颜值经济太残忍的事情了，就是你不要怪男人，这个世界的演化就是这样，因为科技进步，你那张脸是比你的毕业证书值钱的。一开始我做医美，我以为是贵妇有钱人啊，做着做着发现来的客人都是年轻的大学女生的时候，你还不修正就傻了。大喇喇有话直说，他是星河医美创办人林信一，从学法律当房仲卖房子，到最后创业搞医美，超跳痛的生涯转变，全都因为好奇心作祟。我从法律系毕业，刚好只是没事，然后去逛逛房中店，然后看到琳琅满目那个窗架上的房地产资讯，我发现我看不懂。然后我也是就好奇的问了那个接待的那个服务人员，我说：“你们现在争业务吗？我可不可以来上班？”我那时候心里的想法就是我不懂我就来学嘛，因为我后来你心里只要算，我后来那时候心里想法是我来学完以后，我大概花1个月应该可以学会吧，然后花1个月我学会了房地产资讯，我买一个房子应该可以省几十万。我那时候想法其实很单纯，我觉得没有复杂。运气啦、缘分啦，都是一个幸运。我觉得是当时候是SARS 以后，大概民国我91年毕业嘛，92年进房地产。SARS 以后房价是一路狂飙，狂飙到96、97年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就觉得房价太贵了，所以就不敢做。但是在95年的时候，我刚好那个时候想看到几个房子，我觉得我自己可以买来投资它，然后再转手。房地产一飞冲天，再拉上一块当兵口袋比较深的医生朋友们一起投资，天时地利人和下，果然缴出亮眼成绩单。也因此，当朋友想开医美诊所时，林信一意外成为股东，甚至当起诊所助理还不够，连太太也被拖下水当小妹。但也因为这一段经历，让他有了开自己医美诊所的信心。自费医疗有大量的 SOP 空间。就是它有被企业化、被商业化的大量的空间，因为所有的诊所在法规、再从法律的角度里面看，都是不成熟的组织。就讲个粗话一点，跟小吃店简直没两样。看准当时医美诊所包括组织、医师工作形态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，下定决心自己开店。只是开在2楼名不见经传的小医美品牌，即便定价较市面上便宜，又要如何吸引消费者上门？那我太太呢，她是 BBS 上面表特版的那种大神啦，那是以前做公社的，他们就是会玩这个。我太太就说：“你这个业务那么土，只会打电话，只会去找人。”你不会你不会去找那些大网红，找部落客，当年叫部落客，不会去无名啊、雅虎啊、BBS 上面找一些部落客来体验，找一些大神来体验。我说怎么找？那你不会写电子邮件给他们？我就开始写电子邮件，就这么开始的。部落客体验口碑行销带起业界风潮，他们也从1个、2个开始做起，直到现在已经有3000多位网红跟他们合作。而大家想象不到，管理3000多位王牌业务网红们，靠的竟然是自己养的30人 IT 团队。从建制管理分销系统到开发选物电商平台，从无到有，不找外包。马云讲的最简单，就收集、处理、利用。这6个字讲完，问题是这6个字有多难？你收集就是错了，你就无法处理，无法处理就无法利用。所以关键是 data mining 一开始怎么收，所以我们就开始写 app。在这个细分的产业，如果我们要做到全球第一，我们一定要自己的团队慢慢养，这是投入研发，这就是一种研发，一种 developing 啊！你不培养人，你不赋予他强大的能力，你怎么说你要打世界杯？而今年 IT 团队也开发了暗号系统，以定时定制的方式侦测，只要顾客走进诊所，从挂号、问诊、诊疗到离开，相关时间距离通通数据化。一方面希望能够提升用户好感度，另一方面也让医疗服务业有数据管理流程，希望达到即使顾客不说，公司也能知道哪个环节需要加强。只要这些数据能被收集好、被记录好，我们都可以反馈给不管提供服务我们的人还是客户，去记录他在这里的可能的满意度。就如同所有的，你今天进到一个电商网站，你在哪个页面停留多久，在哪里这边看多久，就会代表你有兴趣，他们就会去分析。
未来 IT 团队除了计划将开发的系统进一步转化为商机外，也将更深化 AI 策略，只是要运用在医美哪一方面，林信一先卖个关子。当他强调市场要看机会，看空白处，不要以为都是红海，蓝海才是对的。Now News 今日新闻，徐家珍、叶正勋采访报道。